自2026年5月1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疼心的节拍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41篇第10到第10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41篇，大笔的诗：上主啊，我求叫你，求你紧来帮助我。我求叫你的时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声。愿我的祈祷亲像香请到你面前，愿我举起的双手亲像会用时的祭司受你接纳。上主啊，求你约束我的喙，看守我喙的门。求你毋通互我的心偏往邪恶，甲做歹的人斗阵做歹。毋通互我甲因共道啉食，宁可互义人用人字拍我、指正我，嘛毋互歹人伫我头壳抹油欢迎我。虽然歹人做歹，犹豫我要继续祈祷，因为执政者受迄落山坎，因就会知我的话是真实。亲像土。互落线，因的骨头会散甲规墓口。至悬的上主啊，我注目看你，求你保护我，免坠到死亡。求你保护我，免陷落因甲我设的罗网，以及做歹的人的圈套。求你互歹人陷落家己的罗网，互我安全脱离。疼心的节拍。会记得我读国小的时，有一堂课，互我感觉轻松，也会当看到生活美好的一面，就是生活与伦理。不过，经历规范教育改革以后，伫9年一贯课程中，生活甲伦理已经和公民甲道德合并做生活课程，无搁再以独立科目存在。目前的12年国教课纲中，伦理与道德教育也无搁再限伫单一科目，是分散融入伫国科的教学。现行教育虽然强调适性发展，却袂当跳脱升学主义。伫科技时代，囡仔透过网络就会当学习，却也容易沉迷3C世界，并且过早社会化，带予父母甲老师极大考验。特别是进入到 AI 时代，似是而非的假信息席卷整个社会，人甲人之间的信任和真诚渐渐消失。对师长而言，疼的教育俨然是一件困难的代志。但是我认为，出于疼心的节拍，也无一定是毋好。今仔日的经文背景是大笔遭受扫罗追杀的时，向上主发出的祈祷。大笔伫祈祷中祈求上主快快帮助伊，这表明伊拄处踮危难中。大笔阁讲：愿我的祈祷亲像香请到你面前，愿我举起的双手亲像下昏时的祭司受你接纳。可见伊希望家己的祈祷亲像香芳的祭，同款蒙上帝悦纳。大笔阁求上主保守伊，无偏离正道，也袂甲歹人同流合污。伫危机面前，大笔无抱怨，也无自怜自哀，是透过祈祷将家己完全交托予上主，寻求伊的保守。这提醒咱，伫困境中搁较爱保持警醒，特别
伫咱工作场合，真容易因为人的问题就退休，也是失去理智，做出不当决定。我未免地想到过去伫职场的经验，当时检测是能力不足，也是对代志的看法无够周延，而且对人的罪性欠缺认捌，致使内心受到真侪创伤。原以为基督徒应该拢真单纯、真诚，无亲像无信主的人遐尼虚情假意。但是超出我想象的是，伫基督徒的世界呢，还充满你争我斗的戏码。两面伫基督教机构的工作，最后拢互我伤心离开，以求眼不见为净。两面离开，拢互我心存疑惑。伫基督中求问上主，为什么每日有灵修的基督教机构，还是会上演明争暗斗的戏码呢？最后只会当自我安慰讲，人拢会犯错。我干那求上主保守我，互我一直保持良善甲纯洁。当基督徒行出教会，要安怎做，才会当成做社会的清流呢？当咱面对人做歹，的确无容易持续祈祷，但是咱犹原应该保持信心，持续来到上主面前，向伊祈祷。特别讲，伊情愿接受义人疼心的责罚，却毋愿意邪恶的人尊敬伊，因为伊常常伫基督中反对因的邪恶。这提醒咱，出自疼心的责罚，会当互人得到教训，远超过伤痛。情愿咱互义人用疼心责罚，也毋愿和邪恶的人同流合污，受到虚假的尊敬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愿意互义人用疼心责备呢？我是毋是愿意互义人用疼心责备呢？咱来祈祷，听我的上主，我要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你帮助我保持纯洁的心，互我远离无为恶行的人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